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28，旧历的9月12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：闪灵检跳水死亡。台北市的警方伫个网界河堤边来临检，接到民众通报，讲有一台8万名车，甲车顶关掉，逆向挖去。远景是一路入到溪边，发现驾驶是跳落水，有2个远景嘛跳落水要来救人，但是这个男子一直滚凉，阁愈飘愈远。上尾互吹到的时阵，已经无开了。警察看到人赶紧就走500公尺入水门，这个查甫人就无看人啊。举手电啊，伫暗暝某的溪边赶紧找。这，上来哦，有光！水内有一个人，原来这个查甫人一个着急跳落水，就惊讲出意外，远镜对你跳落去。警察一个挖紧，这个查甫人一直用。4个警察甲叫，伊咧跳咧，2个警察对咧跳咧，一个警察前面又起落，那警察就爬起来啊，人就无位啊。这查甫人亮起了，继续收对水中去，愈来愈远，双方强要无力啊。你慢慢溜过来吧，我帮不了你。在救援的过程中，因吸入河水导致呛入性支气管肺炎。相对出动超龄船去找，抑过找到的时已经无开啊，送去病院嘛是救无活。这个案件是临检点接到民众的通报。这个45岁姓本的查甫人，甲朋友救车已经救2礼拜啊，工作无啥稳定，抑过甲厝内人拢保持联络，无前科，无被通缉，嘛无违禁品。警方目前判断可能是因为有啉酒，就要等这个会议的报告出来了后才会知影。